本周，美国海边与边境保护局发布一项对中企的强迫劳动裁定，宣布内蒙古恒正集团安保少农工贸有限公司存在使用强迫劳动生产农作物的现象。根据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周一发布的声明，有确凿证据显示，该所内蒙公司在生产甜菊糖产品的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生产产品，因此该部门将依法对该企业生产的甜菊糖产品实施海关扣留没收程序。甜菊糖是许多知名品牌中广泛使用，包括可口可乐等饮料。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甜菊产品生产国。该局贸易办公室执行助理局长波伦达·史密斯说，今天的调查结果告诉未能从他们的供应链中铲除强迫劳动的美国进口商们说，他们的货物运输可能会被扣押和没收。我们希望这个行动能够鼓励进口商仔细检查他们的供应链，确保他们符合美国政府的人道和道德标准。据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供应商，但是其原材料出自东突厥产，所以引起美国公司的关切。美国公司一直从中国进口太阳能产品，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强迫劳动限制，中国的供应链仍然不可靠。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对中共强迫维吾尔人人权在东突厥产实施强迫劳动的做法施加多次制裁，并打击使用强迫劳工制造的产品。中国对维吾尔族的破坏受世界关注。中国替4名在印尼被控涉嫌恐怖活动的维吾尔族缴纳罚款之后，印尼在9月将他们遣送中国。网络媒体在23日揭露这个消息。报道引述2名印尼智库反恐专家的说法指出，中国为4名维吾尔嫌犯支付$6812罚款后被遣送到中国。印尼智库冲突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员德卡证实，中国为4人缴纳罚款后，4人在9月被遣送到中国。这4人是艾赫迈蒂·马赫穆提、阿基体·贝伊兰、阿卜杜巴斯特·杜扎以及艾赫迈蒂·波查格兰。报道指出，这4人于2015年在雅加达被判刑，他们被指控以假护照进入印尼，试图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被判刑6年。印尼国际特赦组织要求印尼政府提出说明。人权组织表示，将维吾尔族人送到中国无异于杀死他们，最有可能的是中国政府会立即对他们执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向苏丹提供人道援助，对苏丹境内的人道危机再次作出反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4日发表声明，宣布向苏丹提供总额81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对苏丹境内的人道危机再次作出反应。蓬佩奥在声明中说，美国2020财政年度向苏丹提供的人道援助总额因此将超过4亿3600万美元，帮助苏丹的弱势民众度过危机，包括近期受灾害影响的民众，以及南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冲突中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民众。美国、苏丹和以色列23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苏丹与以色列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结束战争状态。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谈国家能源投资。他说，在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支持下，希望建立一个军事委员会，以建立独立的军备系统。马杜罗在与陆军最高委员会和委内瑞拉军事领导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将在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下发展军队。鉴于科学力量方面的投资，将该国在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的帮助下采取这一步骤。近年来，美国以其一些盟国一直在试图对委内瑞拉政府实行禁运，以孤立马杜罗，并迫使他撤离政权。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反应，多个伊斯兰国家陆续呼吁民众不要再消费法国货。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批评马克龙作为国家总统如此对待数百万穆斯林。
结果，法国一怒之下宣布召回驻土耳其大使作为抗议。爱丽舍公顿敦促埃尔多安改变做法，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危险。埃尔多安当地时间24日在一场电视讲话中公开说，这个叫马克龙的人对伊斯兰与穆斯林有什么毛病？马克龙需要接受心理治疗。